經常低頭做嘢，條頸同個膊頭好似唔屬於自己咁啊！每日對住個 mon 10幾個鐘，有時痛到真係集中唔到精神。試勻好多方法都冇乜用，係時候要照下 MRI 睇下條頸發生乜事。不過依家香港私家醫院最平都要5000幾蚊，對於我呢個打工仔真係好大負擔啊！見好多網友都話不想照 MRI， 性價比極高。今日我都要親身上去試下。希華愛康健醫院喺羅湖站一出，轉左懸扶手電梯上一層，直行到尾，再轉右邊直行，就會見到醫院嘅指示牌。沿樓梯上就到達醫院㗎啦。全國步行過程都唔使8分鐘，真係超方便啊！深圳希華愛康健醫院結合港式醫療專業與名醫資深團隊，涵蓋眼科、牙科、健康檢查同影像檢查、中醫復康療法等等，亦有同香港醫療集團作醫療互通，可以透過網上或者 WhatsApp 預約又得。呢度嘅服務全部都係預約形式，唔使擔心等候時間過長嘅問題。現場講粵語，佢哋完全聽得明啊，流程仲好暢順添。7層高嘅醫院涵蓋咗唔同嘅科目。今日照 MRI 嘅地方就喺4樓。護士對名之後就需要填翻份健康問卷，填好後放射治療師就會帶我去準備照 MRI 嘅地方，沿途會講解 MRI 做嘅過程。我哋先去更衣室換衫，呢度會有 locker 提供，同埋已消毒嘅衫褲俾我哋去換。換好衫鎖埋櫃就行得啦。進入 MRI 房前需要將所有身上嘅飾物除下。呢度嘅 MRI 係用緊西門子旗艦產品 3.0T， 無論清晰度、分辨率同細緻度都比 1.5T 更為清晰。全數字化204通道係業內嘅頂配，佢個孔徑更大，入去感覺冇咁擠迫。放射師會提供耳塞同耳罩，跟住指示平躺就可以開始啦。過程最緊要唔好喐，冚埋張被，一邊做一邊休息就啱晒啦。過程大概20分鐘就完成，之後可以去換返自己嘅衫。介紹所有影像項目同報告時間以及流程等等。做完記得掃埋呢個醫院嘅小程式。今日做完24小時之內就會喺小程式上面見到文字同影像報告㗎啦，真係好啱我哋呢啲繁忙都市人啊！最後埋單條數真係有啲嚇親啊！今日照 MRI 頸椎嘅部分係人民幣800蚊，圍返港紙先至880蚊咋，真係有啲唔相信啊！希瑪醫療多年獲得多個獎項殊榮。希華愛康健醫院有龐大嘅醫療團隊，無論醫院前台、候診室、走廊嘅環境都乾淨明亮。希華愛康健醫院性價比極高，尤其好適合我哋呢啲需要專業檢查，又想慳錢、慳時間、慳腳骨力嘅香港人啊！